我嚟自赤道嘅鄭文欣，咁今年係我人生第3個10年。我係梁志昌，第4個10年。我係 Alan 啦，今年係51歲啦，今年係我第5個10年。我係林俊發，今年係我人生嘅第6個10年開始。我叫金輝，山東省青島市，第幾個10年？那不第7個嘛，72周歲啦。咁我哋今屆係已經第10屆舉辦呢個 HMAC 㗎啦。今年參加人數係多過1200人，嚟嘅國家亦都有多過成10幾個國家，好多人都喺後面幫手先成功到呢個咁嘅賽事嘅。咁我哋嚟緊嘅展望，希望係可以將呢個項目更加推廣啲啦，可以城市化或者係城市化兩樣嘢。生命充實咗好多啦，生活充實好多啦。有競爭先至會有進步。keep 住個人健康啦 ，keep 住自己個目標。無論你係以前有冇運動，你都可以從輕做起，跨階層咁樣咧嚟普遍化。希望香港咧多啲咧係長者可以參與一啲活動。Hello， 我係 Crystal 代表德望田徑嘅，今年係第1年參賽，係第3個10年。我叫 Louis 啦，今年係我第6個10年。我係龔偉玲，如果玩田徑嘅話咧，已經係第5個10年啦。Hello， 我係嚟自南華會嘅黃美英，第6個10年。We got to meet people from Hong Kong and a few other countries, so it's been a wonderful experience. Older age groups, 80, 90, even 100, they're still moving so freely. I want that too. I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because running is life for me.